手作布衣，连肩翻领斜襟长袍。藏族有袖的长袍称之为手作布衣，宽领、斜襟、广袖是它的特色。我们今天要尝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制作带有浓厚藏族风情的连肩式翻领斜襟长袍。工具：剪刀、尺、熨斗、珠针、画粉、缝纫机。材料：本部使用毛呢布，别部使用麂皮绒布。包边布也可以自己裁剪45度角的斜纹布，薄布秤、裁缝线。描绘版型：有经验的藏服师傅会将衣长2倍的布料对折，从中央直接裁剪出领型与斜襟，再加上领子与装饰。但初学者可以使用领马布，将前后衣身与裙片一一分开制作，再重新组合。根据量身的尺寸，先画出后衣身的版型。依照后衣身的版型，切开胸线，加入胸折，再描绘出斜襟，完成前衣身。女生的版型因为要加上胸部的厚度，所以前后衣身的尺寸会略有不同。裙子的长度与裙摆的幅宽，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决定。裙子腰折的长度、宽度以及数目可以自行调整。领子布料的长度等于前衣身斜襟的长度，再加上后衣身领围的长度。可以先描绘出1/4的纸型，再同比例绘制实际尺寸的纸型，包括后衣身、前衣身、领片与袖口贴边，要标示出缝份。裙片与绑带可以不用描绘实际尺寸的纸型，直接在布料上绘制即可。裁剪布料，为防止日后衣服缩水，要先将布料下水晾干，再与熨斗熨烫平整。裁出绑带与裙侧的贴边，将圆寸纸型用珠针固定在布料背面，依照各自的缝份以画粉描绘。布料裁剪之后，描出折子的位置。描绘裙片时，靠近裙中心的腰折要与衣身的腰折对齐。裙子一共要描绘3片，裁出领片与袖口贴边的布秤，以熨斗压烫在布料的背面，
缝制过程：车缝前衣身的胸折与腰折，折子的尾端越尖越好，末端不要回针，将线头拉长剪断后打结。车缝2片后衣身以及腰折，将其中一片的缝份减剩为 0.5 公分，再由另一边的缝份包起，车缝固定。车缝裙片的腰折，缝份导向裙中心。车缝衣身与裙片，将前后衣身分别与裙片正面相对，车缝在一起。顺修衣身与裙片连接的线条，将2片缝份一起减剩为1公分，以包边布车缝。也可以使用 Z 字缝或考克来包边。翻至正面，车缝离边 0.1 公分的压线。连接前后衣身的袖子上缘，将后衣身的缝份减剩为 0.5 公分，再由前衣身的缝份包起，车缝固定。车缝前后衣身的袖子下缘与斜边，对齐两侧的腰线，将两边的缝份烫开，往内折，再车缝固定。车缝裙下摆，将下摆3公分处折2折烫平，车缝离边 0.1 公分的压线固定。车缝裙侧的内贴边，将6公分的贴边与裙片正面相对，包入裙摆后，车缝在一起，贴边往内折入1公分后烫平，压离边 0.1 公分的线固定。车缝领片，车缝左右领片烫平，车缝内外领片烫平。将领片车缝在衣身的斜襟与后领，先车领里于衣身正面，再车领面于衣身背面。衣身与领片连接处，车缝离边 0.1 公分的压线固定。领片外缘，车缝离边1公分的压线固定。车缝袖口贴边，车缝内外袖口贴边，烫平缝份，缝合两端，将袖口贴边车缝在袖口，先将内贴边车缝在袖里，再将外贴边车缝在袖面。制作绑带，绑带两侧往内折入1公分，再对折烫平，将末端折好，压离边 0.1 公分的线固定，将绑带固定于裙侧的贴边。将左衣身与后衣身连接腰线的位置做一个穿孔，方便让右衣身的绑带穿入。成品展示，
同样的版型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布料来制作，可以随着气候变化穿脱袖子来调节温度。